今日咧就想 update 下咧英國嘅遺產稅嘅。其實4月6號2025年咧，其實已經開始行新制㗎啦。但係分享之前咧，都戴翻個頭盔先。今日咧，我係根據 UK 嘅 IRD 網站咧作為一個分享。如果他日稅例有乜嘢 update 嘅話咧，都以最新嘅稅例咧為依歸。嗱，究竟你係咪 entitled 呢個遺產稅咧？第一樣嘢最簡單嘅咧，你今日繼承嘅係咪一個英國遺產啊？如果係一個英國遺產嘅話咧，無論先人係唔係長久嘅英國稅務居民，都係要打稅。第二嘅情況就係好多人都會問嘅，究竟需唔需要我全球嘅資產都要打遺產稅？呢個時候就 depends on 先人係唔係一個長久嘅英國稅務居民。英國嘅稅局咧，其實網站都寫得好清楚噶啦。首先，你過去連續嗰10年，你係咪都係一個英國嘅稅務居民？第二嘅情況就係過去嗰20年，你會有10年係一個英國嘅稅務居民。頭先剛剛嗰兩樣 item， 如果中一樣嘅話咧，都係屬於英國嘅長久稅務居民。如果先人係呢個情況嘅話，留翻嚟嘅遺產俾你，全球遺產都要 subject to inheritance tax 遺產稅啊。咁當然啦，都有 tax credit 咧可以用嘅。咁我呢度就唔講啦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嘅話咧，其實都可以揾翻當地嘅 tax consultant 去問翻㗎。